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婚姻的未了。每5年举办一届的王船节，是地方流传百年的大盛典。今年的王船已经做好势了，10月初7、初8、初93天要起航，绕境洗庄仔头，祈求平安。未了乡每5年举办一摆王船节，是地方重要的宗教活动。今年的祭典由3个宫庙联合举办，王船经过3个月打造正式完成，将于10月初7到初9进行乡内游景。这届王船甲办好，看这疫情的环境都过袂安尼。今年的王船长有12公尺，宽度甲跨度是3公尺7。关心地方文化发展的台塑的企业，毛赞助200万的经费。所咱未来乡的所有乡民、农渔业，也是甲咱企业一只保护咱一切平安顺遂安尼，大家未来会当搁较进步。信众拢期待讲，透过游景甲最后送王船的仪式，会使将所有的财业透过王船送往大海，祈求乡民平安顺利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